所以天国比平人君爱要甲伊的萝卜算数，起头算的是有带一个欠伊1000银的来，既然无通行，伊的主人命令着卖伊本身甲伊的某囝，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行。迄个萝卜就拍地拜伊，讲：“主啊，着宽容我拢要行。”萝卜的主人就怜悯来放伊，阁赦免伊的罪。迄个萝卜出去，拄着伊一个共做萝卜的欠伊100个银仔，就掠伊，说伊的头颔棍，讲：“你所欠的着还。”共做萝卜的拍直求伊，讲：“着宽容我要还你。”若是伊毋肯，就去甲伊关落监，来听候伊行所欠的，才会当做萝卜的看见即个代志真忧闷，将拢总的事对主人讲明。对安尼，伊的主人调伊来，甲伊讲：“歹的萝卜啊，因为你对我求，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。你竟毋着怜悯你共做萝卜的，亲像我怜悯你。”伊的主人受气，将伊交代刑中，听候伊一尽行所欠的。安尼，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，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宽待恁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饶赦通往天国的义路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这段经文是讲到赦免。你听到安尼，可能会想讲啊，佫是这套，这哪有可能做会到？确实，赦免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但是咱较会当定定对咱的嘴里来苛刻别人。哎呀，你著原谅伊啦。过去的代志放袂记哩就好啊。你若挖靠主，你一定做会到。但是过去的伤害，敢真正讲放就放会落去？敢是咱的嘴讲就一定做会到？我捌听一个牧师讲，伊细汉的时，因为伊的爸爸真爱啉酒，若食烧酒醉就会拍伊拄开，所以自细汉非常怨恨伊的老爸。但是当伊大汉，伊信耶稣，信仰一直讲，咱着爱赦免，咱着爱赦免。所以，伊就开始去操练赦免这件代志。有一天，伊的老爸嘛信主啊，就来甲伊回息咧讲：“啊，歹势，我伫你细汉的时，我安尼伤害你。”这个人伊听了后，伊非常感动，伊感觉讲：“啊，我伫主耶稣内面的疼，我已经完全放落去啊。”所以，伊就甲伊的爸爸揽调，讲：“爸爸，无代志啊，我拢无代志啊。”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有一天，伊伫甲爸爸讲话，嘛毋知是倒一个点，伊规把火搁起来，讲起以前的代志。伊的爸爸讲：“啊，你毋是讲已经原谅我吗？为什么即马要搁提起即件代志？”迄当时，伊才发现，原来伊认为的赦免，毋是真正已经赦免，实际上伊是将即个怨恨嵌伫赦免的即个壳的下面。以前我伫国中有做校园服侍的时，我有接过学校的一个团体，来的拢是一寡需要关心的青少年。有一个真内向的查某囡仔，伊无论天气有偌热，伊拢穿伊的迄个学校的外套。所以我内心咧想，嘛知影讲应该是有啥物款的代志发生。但是当我甲伊的关系哪来哪近我，伊才甲我讲，伊伫学校互同学霸凌。但是伊毋知影要找谁讲，就摕刀啊割家己的手。伊显互我看伊的手，一条一条的痕，显出伊的无助甲伊的怨恨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毋知影别人所受的痛苦，咱就叫人讲你爱去赦免。嘴讲真正是非常简单，但是咱家己若捌伫迄种真亲密的关系内面，互人反背过、受伤过，咱就知影讲赦免毋是嘴讲出来遐尔简单。所以伫即种无法度放袂记的，
但是咱阁不断提醒家己讲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爱赦免别人，会安尼一个冲突的内面，咱活到非常的辛苦，并且无真实。但是赦免确实咱爱面对的，爱去解决的。因为赦免毋是讲咱甲咱怨恨的迄个人的关系受到破坏那尔，无法度赦免的迄种苦毒，就亲像菌会生菌的一丛树，这个菌哪生哪深，到尾受伤的是咱家己。但是上帝无爱咱活了遐尔痛苦，所以咱若看以弗所书第4章30节到31节，保罗有讲。也无得互上帝信心忧闷，就是所捌用来勘验恁到伫赎回日的一切苦毒、怨恨、生气、宣扬、诽谤，甲一切恶毒，拢着对恁的中间除去。咱看见圣神上帝，圣神上帝看咱活伫迄种苦毒的中间，伊的忧心，伊的烦恼。并且这段经文嘛，互咱另外一个愿望，就是这个苦毒袂永远存在，伊是会无去的，因为咱是互圣神勘验的，互圣神勘验，就是咱属伫上帝，无有任何物件会阻挡上帝对咱的祝福，甲互咱的应允。所以伫马太的记载内面，嘛有安尼一段，就是讲教会安怎面对犯错。安怎去赦免的问题，就是咱今仔日咱无读到的15节到17节。伊直接讲，设使你的兄弟得罪你，就着去。敢若你甲伊伫地时指明伊的毋对，伊若听你，就得着你的兄弟；伊若毋听，就着带一两人三角去，用两三人的喙做干净，逐句话通做冰棍。若毋肯听因，就甲教会讲。若佫毋肯听教会，就着看伊亲像外邦人甲抽象的人一样。所以对安尼经文，互咱知影，即个问题毋是现代教会才有的。赦免无法度赦免安尼问题，伫当时的教会，伫当时信仰的团体，嘛一定面对安尼问题。所以咱伫教会袂当干那讲一寡真光明的课题。但是，咱较暗看即个黑暗，咱较暗看罪的问题，因为咱若无解决面对赦免的问题，咱即个信仰团体是无法度起造，亲像耶稣所讲的，城就起造伫山顶，起造伫山顶是要互人看见。咱若无法度面对安尼问题，咱是要安怎互人看见？咱是要安怎做好的见证？咱是要安怎显出甲即个法利赛人无共款的光出来咧？但是马太伊嘛知影，即种问题无法度用一套的神学来解决，所以伊伫即段圣经伊嘛提出几个原则。第先，教会袂当因为讲咱是讲听的团体，所以咱对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咱永远罪的存在。搁来，若有人得罪你，你爱私底下去找伊对话，避免因仔话会发生，嘛，互即个犯罪的人有机会会当悔改。伊若毋听，就搁找两三个人去甲伊谈。这毋是新的理论，毋是耶稣发明的，这是旧约《申命记》的安尼记载。最后，即个人若讲你带两三个人去找伊讲，因嘛拢毋听。就看即个人无法度佫留伫即个信仰团体内面，所以这互咱看出讲，即个原则毋是要互人歹看，毋是要将人赶出即个信仰团体，是为着要挽回，为着要挽回即个犯错的兄弟姊妹，所以一再互因机会。若会当安尼做，真正是非常好。但是，咱会当做到什么款的地步，才算是真正的赦免，真正完全的赦免呢？啊，若迄个得罪我的人一再软土深骨嘞，所以咱看见彼得嘛问问题啊，伊讲：主啊，我的兄弟得罪我，
我赦免伊着几摆？着7摆吗？伫犹太律比因的讨论，犹太教因的讨论，话讲你会当赦免人3摆，有的人讲你爱赦免人7摆，但是7摆嘛有几种无共款的版本。话讲你7摆你是赦免共一个人，会当赦免伊7摆；嘛有人讲你每工会当赦免伊上济7摆。但是无论是倒一种的版本，互咱看出，这个理论拢将赦免这件代志简化做一个公式，敢若是一个数学公式。但是咱嘛有迄种危险哦，有当时咱会将耶稣回答彼得的话，耶稣安怎回答彼得？耶稣讲：我无甲你讲着到7摆，就是到70个7摆。所以有的人讲，耶稣这是讲77届。嘛有人讲，耶稣这是讲490届，但是咱若是将耶稣的回答看做77届，也是490届，这嘛是将赦免看做是一个会当计算的公式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赦免绝对毋是一个数学公式，就亲像咱定定会甲人讲，你若信靠上帝，你搁较侪祈祷，你就一定会当放袂记哩。当你讲出这句话，这就是一个公式，就是有信仰加上祈祷等于赦免。但是耶稣毋是安尼意思，耶稣无提供一套神学的标准来解决这个赦免的问题，因为伊知影咱太软弱啊，毋是物件套入去就做会到。所以伫耶稣接续落来比喻。咱会当看见，赦免绝对毋是一个公式，伊是一个果子。因为果子的养成，一丛树啊，你要互伊生出果子，你是需要过程的，伊是需要成长的，伊是需要养分的。同款，赦免嘛是需要时间的，是咱爱成长甲做会到的。咱来看旧约的一个例，就是迄个互阿兄卖去埃及的约瑟。当约瑟伊后来伫埃及做到宰相，当伊看见迄个来到伊的面前买牛食的遐阿兄，伊毋是一开始就赦免这阿兄。所以这嘛，互咱知影讲，咱莫想讲代志过几10年，咱就会当放袂记哩。咱看见安尼怨恨一直伫约瑟的内心，若无伊就毋免遐尼济届试验这兄弟。甚至用假冒侮辱伊阿兄，但是咱看见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约瑟伊看见伊兄弟的改变，伊嘛看见上帝旨意，所以伊知影讲上帝带伊到埃及，虽然是阿兄用无好的假冒，但是上帝用安尼来保存因全家的性命，互因袂抵到夭死。所以当约瑟明白伊的阿兄改变啊。当约瑟明白是上帝旨意，伫创世纪45章安尼讲，就是约瑟伊拍伫伊的小弟便雅悯的颔棍体口，便雅悯也伫伊的颔棍体口，伊甲伊的正兄弟金喙抱阴体口。咱看见一个受伤遐尔侪年的少年人，伊到中年的时，才做到完全的赦免，这时间有长无？真长。所以咱看见伊伫遮放声，伫遮大哭，这个哭出伊侪年的怨恨，哭出伊侪年以来无法度解决的疑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赦免绝对毋是一个公式，毋是数学的问题。赦免是咱爱学习的目标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。但是伊需要一个过程，但是这个过程要偌久咧？这甲这个当事者伊所受的痛苦有偌深有关系。所以咱徛伫边仔的人，咱嘛毋免替因着急，嘛毋免加讲话，咱替因祈祷，求圣神会当运行，求圣神伫因的内面做医治的工课。但是咱若是屈伫即个无法度赦免内面的即个痛苦的人咧，
咱嘛爱尽量缩短迄个受伤的时间甲过程，因为他拄仔以弗所书迄段经文，互咱看见，上帝看见咱屈伫即个苦毒的内面的时，上帝的烦恼，上帝的忧伤。所以咱来看耶稣即个譬喻，即个譬喻咱拢真熟，耶稣嘛讲了真明，所以无啥物特别需要解说的所在。但是咱若对即个欠国王千万银，伫华语的圣经是讲1万他连得，会安尼一个萝卜，甲欠即个人100个银仔会当判，因两个人所欠的钱，会当看出一个天甲一个地的差别。千万银，1万他连得，即个钱有偌济咧？这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迄当时一个人的工资一工是1个银仔。所以，这个人差不多爱无食无啉16万年，伊才会当形成16万年哦。但是，伊的当判欠伊100个银仔咧，差不多是3个月的工资。所以，咱来比较10万人年甲这个3个月比起来，根本是无法度来比较的。当迄时，若欠人钱还袂出来的。即个债主有权会当将欠钱的人送去监狱，直到伊将所有的钱来还清楚。但是，即个欠国王天文数字永远无法度还会了的萝卜，伊较无法度去怜悯赦免迄个敢若欠伊1点仔的当判。所以结局是啥？其他的人看无落去啊，真生气，去甲国王报告。国王将即个萝卜掠过来讲。歹的萝卜啊！因为你对我求，我就将你所欠我的拢赦免。你敢毋着怜悯你当做萝卜的，亲像我怜悯你吗？伫这段经文中间有出现“算小”这个字，“算小”这个字不但是用伫商业，嘛用伫关系的内面。所以其实耶稣总讲这个譬喻，毋是讲金钱。是伫讲咱甲别人的关系，是伫讲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遐领受活命，原本咱应该过一个荣光上帝的生活，但是咱知影咱拢失败啊。伫罗马书第3章23节有讲，证人已经犯罪，上帝荣光得无着。所以咱拢犯罪，咱拢亲像迄个亏欠国王的迄个萝卜。咱欠上帝已经是还袂了，是无可能还的。你讲无呢？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应该我无欠遐尼多吧？但是罪毋若是指外在行为的罪，咱内心的恶毒是咱家己上清楚的。咱嘛来想耶稣互咱对咱的牺牲就好啊。耶稣互拍、互骂、互配喙烂，并且佫用铁钉仔钉伫十字架顶。疼甲讲袂出话，伊嘛袂当马上死，伊是伫遐互日头晒几啊点钟，甲断开。迄支十字架，迄几支钉仔，敢会当屈束伊？敢会当限制伊咧？无法度。但是耶稣伊放弃伊专领上帝的权力，伊选择甘心受苦，为着就是要完成救赎人类的计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敢行得起？除非你用你的性命钉伫十字架，甲耶稣同款的方法来行伊为着咱所做安尼牺牲。但是耶稣无爱咱即口气的性命来行，伊爱是咱用咱一生，用咱的全人来回应伊的恩典，因为咱亏欠上帝，所以。这嘛影响咱甲别人的关系。当咱已经将别人对咱的亏欠已经藏伫咱的心内，这就好亲像伫即个譬喻内面，迄个萝卜抽掉伊当判的衫，扯伊的阿妈棍。同款，当咱选择毋肯放家己煞，亲像咱家己嘛扯咱的阿妈棍，咱过一个特别无愧的生活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听见头拄仔我所讲的选择这2个字？
上帝会当制裁人的罪，但是伊选择用疼来感动咱的心，所以咱嘛会当选择，无搁互怨恨捆绑，活出一个透放的生命。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，就是去非洲传福音的史怀哲，伊是安怎教这非洲人赦免这件代志？伊讲，若有一个人拢看伊是歹人的人，真无客气，伫骂你、伫侮辱你的时，但是因为耶稣讲爱赦免，所以你就静静无出声。当你的厝边的羊偷食你的金蕉，你去请你的厝边补偿你的损失，你的厝边若反对，你爱静静离开。早起时，你托人赶10罐的金蕉去市场卖，伊转来敢若交互你9罐金蕉的钱，并且伊坚持你敢若互伊9罐的金蕉，你得要挡袂牢啊！伫你要骂伊白贼的进前，请你先想看卖，你有偌济稳重的歹，但是上帝拢赦免你啊！当你要去起火，发现你昨错落来的茶互偷摕，你爱搁一摆忍落来，虽然你知影讲是谁偷摕。下晡当你休困的时，发现你新的菜刀互调包，留落来是一支有气角的旧的刀。当迄时你已经算算的，你已经赦免人已经4摆啊，但是你嘛就爱搁赦免伊1摆吧。到伫暗时，你要去掠鱼，搁发现你的火把无去啊！你非常生气，想讲我今仔日已经赦免有够额吧？但是你爱互耶稣伫你的内心做主，你紧去甲人借火把来用。当你举着即个火把行到河边，发现你的船仔嘛无去啊！一定是有人甲你的船仔过船仔，你的船仔去掠鱼。你真正是生气挡袂牢啊！你想讲等迄个人转来，你要将伊捡去迄个头目遐头目，并且将伊掠过来鱼拢总抢过来。但是当你徛伫岸边伫遐听候的时，你内心有一个真微细的声音甲你讲，毋通抢伊的鱼。我相信即个摕你的船去掠鱼的人，伊若转来看到你的反应，伊一定会惊一条，有可能嘛会将鱼仔送互你。所以你就会当快快乐乐转去你的厝，因为你今仔日已经做摆赦免别人。但是，若耶稣来到你的厝，你内心嘛无想讲耶稣会因为安尼称赞你，因为耶稣会亲像对彼得讲话同款对你讲，你爱一再赦免。因为我嘛是安尼，在赦免你罪的罪。这个史怀哲伊到非洲去教这个非洲人安怎赦免，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生活的款式的赦免。伊教这个信徒安怎选，安怎面对。你会当选择赦免，你嘛会当选择怨恨，也是报复。我想这个故事真趣味，虽然咱毋是活伫这种农业的社会内面，但是这对咱现代人嘛是一个提醒，就是讲咱要安怎来选择咱所面对的问题。咱是毋是会当想看觅，上帝已经选择赦免咱，我敢会当做另外一种选择，就是过一个亲像伊的生命，我选择用赦免来面对别人对我的歹款待。这段经文伫路加福音有另外一种的讲法。耶稣伫遐讲，恁着家己谨慎，若恁的兄弟犯罪，着责备伊；伊若反悔，着赦免伊。若伊一日得罪你7摆，也7摆活转甲你讲，我反悔啦，你就着赦免伊。耶稣讲完这句了后，学生就对耶稣讲：加添阮的信。主就讲。恁若有信，亲像一粒的芥菜籽，就命令即丛桑菜收讲，陪你的根去栽伫海里，伊也要顺谈你。用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，咱所读的即个譬如来比较，就会当知影。虽然耶稣讲，恁伫面对赦免的问题时，
爱先看觅，先想看觅上帝是安怎选择，安尼恁就有气力会当去做出同款的选择。但是这嘛是非常困难呢，因为咱是人啊，咱毋是神呢。所以学生听到，伊嘛知影这是有困难度的，所以因求耶稣赏赐互因信心，会当去赦免得罪因的人。耶稣嘛无否认讲这是有困难度的，但是耶稣应允啥？你只要有一点点仔的信心，你的信心亲像挂菜种，会种子哈尔啊细，哈尔啊细。但是因为种子有生命力，种子会生长，种子会扩展成做一丛树，甚至伊会扩大到将即个大丛的桑材树嘛刻到海里面，海内面。所以耶稣用安尼的话来勉励伊的学生，信心伫赦免即件代志顶面，是会帮助咱成长，会当帮助咱去排除所有的困难。这互我嘛想到一个旧约故事。伫顶礼拜咱有讲到，伫山顶摩西、耶稣、甲摩西、甲以利亚三个伫遐讲话。咱拢知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，因为伊行真侪的神业，是一个真厉害的人物。但是我毋知影讲，咱敢知影，伊嘛捌互苦毒、怨愤阻挡到伊无法度行出来。这咱会当转去看《列王记》上卷18章到19章的记载。以利亚先知伫遐，伊苦劝当时的国王亚哈王，讲：你着要悔改，你着要归向上帝。但是即个亚哈国王，伊安怎就是毋听？虽然了后，以利亚伊嘛一个人镇赢迄个拜巴力的假先知450人，但是当伊听到即个风声亚西别放风声要杀死伊了后，以利亚惊甲逃走，甚至伊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，甲上帝讲：打煞啦，上主啊，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。伊甲上帝讲：够了，上帝够了，求你现在把我的命除去吧。咱看见受害者的心态跑出来了，但是上帝无讲话。上帝予伊物件食，叫伊休困，然后伊阁起来行40天。但是伊起来行40天，伊的心嘛无因为安尼得到医治。伊密伫伫个山洞，密起来，密伫遐继续苦毒、怨愤，伫伤害家己。但是上帝出手，上帝问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创啥？上帝知影，当然知影伊伫遐创啥。但是上帝爱伊去面对家己的心，但是以利亚受害者的心态搁一摆出现。伊回答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放杀你的约，毁坏你遐的坛，因倒杀你遐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。被害者的心态，主啊，只剩我一个人。只有我为你忠心。上帝无用话来反驳伊，甲伊辩驳。上帝叫伊出来看，看见啥？大风、山崩、石头离开、地动、大火伫遐发生。然后以利亚听见上帝的声，问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创啥物？以利亚继续偷拍。将他多的话继续搁讲一届，上帝啊，敢若剩我一个人。伊想讲上帝一定会甲伊抱咧、揽咧、甲伊笑笑的。学了讲，真正只有你是我忠心的奴仆。但是上帝无，上帝竟然是交予伊一个新的任务呢。但是伫交予伊新的任务进前，上帝加添伊的信心。上帝安怎甲伊讲？总是我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人。伊的头壳有眉目跪拜力，因的喙眉目金衣。上帝甲伊讲，毋是你一人，伫以色列中间也有7000个人是忠心持守信仰的。你毋是孤单，去吧，继续去做我交代你的任务。咱看见，连以利亚呢，先知呢，足厉害的先知呢，伊捌受过安尼的苦毒。伊无法度赦免亚哈王，伊无法度赦免亚西别，
伊无法度赦免家己，甚至即个苦毒嘛，互即个以利亚开始对上帝来发怨言。我是为着你呢，但是咱看见上帝怜悯伊，上帝救援伊，上帝供应伊的需要，互伊食饱困饱，然后加添伊信心。当以利亚伊的肉体得着休困，伊的理性上知影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伊的信心顶面嘛知影还有7,000个人甲伊共款。咱看见以利亚继续勇敢做主的先知，伊规个人互上帝修理好势啊！兄弟姊妹，苦毒伤害毋是上帝造成的，所以咱毋免对上帝生气。上帝若挖困咱，要医治咱的时，咱嘛毋通拒绝讲，你毋通磕我的伤，磕我的空喙。亲像咱若受伤去看医生，即个空喙佫安怎疼，佫安怎敏感，咱嘛一定会互医生棍碗来摸咱的空喙，医治咱的空喙。只有安尼，才会当得到治疗。亲像即个游门到密伫山洞的即个以利亚，当伊愿意行出即个山洞，伊才有可能互主医治。伊若继续佫密伫内面，伫遐怨天怨地，就无有以后才会记载。但是因为上帝加添伊信心，所以后来虽然伊面对佫较大的攻击，但是以利亚无佫互苦毒来赢过啊。所以伊成做先知的代表。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喻，就是将一个新的国度展现伫咱的面前。伫这个国度的内面，咱看见慈悲、怜悯、拯救的疼，就是咱遮的新的国民，这个生活伫这个新的国度，而且新的国民应该有的生活的标准。第35节，耶稣有结论讲：安尼，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，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。用心是真正对咱的心发出来，毋是嘴讲我原谅你，毋是表面讲我甲你真好，是诚心实意的赦免，是真正的赦免。嘛，亲像咱每礼拜伫用主祷文伫祈祷讲，赦免阮的辜负，嘛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赦免绝对毋是一条简单容易行的道路，但是赦免会当互咱体会上帝的心意。赦免是一条行往天国的义路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当阮内心想起迄个阮无法度赦免的人的时，主，阮内心的苦毒不断地插阮，不断地苦毒阮。阮的内心无法度行出迄个怨恨。虽然阮外表的生活甲以前差不多，但是只有阮知影，只有你知影阮内心的痛苦。主，恳求你会当帮助阮，当阮今仔日看见你所讲的即个譬喻，即个已经欠国王无法度还的即个罪、即个罪的即个人，伊欠国王的钱已经无法度还，但是国王拢赦免伊。主啊，阮哪有啥物权力会当去阮哪有啥物款的权力继续来苦毒阮家己，继续来扣分即个对台湾的人咧？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想诉阮气力。阮知影靠阮家己绝对无法度做到。即个苦毒的画面不断出现伫阮的头壳内，总是主，阮恳求你加添互阮信心。虽然阮的信心亲像是挂菜籽遐尔啊细，但是恳求你想诉阮即个信心，互阮会当倚靠你。恳求主帮助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